大家好啊，我係 Kitty， 今日做天然酵種，而家開始做啦。用鮮葡萄去做，糖同埋水先融合咗之後，加入洗乾淨嘅葡萄，揸爛晒佢，然後上蓋。前3日每日開蓋1至2次，放出發酵產生嘅氣體，輕輕搖容器，閂翻蓋之後，放喺常溫通風、冇陽光直射嘅地方。搖咗3日之後，第4日開始靜置，去到第7至10日就可以收葡萄液。參考過其他成功人士嘅製作，同埋有參考過豆包啊、碟絲呢種養10日呢比較穩定。所有嘅用具我哋都要消毒清潔先可以用嘅。葡萄液收咗之後，大概有214克。跟住冷藏3日，之後第1日為葡萄種液加100糖、100水，之後取出100克糖氧酵液，加100克高筋粉，做天然酵種。呢個係第1日，亦都係啟動嘅第1日。呢度做起會有200克。第2日我哋用返第1日嘅酵種，只係用50克，加水50克，加粉50克，其餘150克可以話係棄種，你亦都可以先放雪櫃睇下可唔可以再用。呢個就係第2日餵嘅，總共有150克，21小時發酵之後嘅狀態。進入第3日，亦都係穩定期。我將第2日出嚟嘅酵種150克分開3份，每一份50克，用1:1:1嘅粉樣。上邊嗰張就係發酵咗10個小時嘅狀態，下低嗰張就13小時嘅狀態，亦都係滿咗好多嘅。去到15小時已經係達到2倍嘅體積，出現氣孔，不回落，已經係完全滿足到天然酵種，活性穩定，發酵能力亦都係達標，可以拎去做麵包啦。如果有多餘活躍嘅酵種，可以做酵種乾片。咁用酵種做麵包呢，啲麵包好軟㗎，大家可以試一試。我係 Kitty，下次再見。